第866章暗中陷害。韓立回到了自己位於第9區332號房間中坐下後，才輕呼了一口氣。他定了定神後，不再多想其他，閉目運轉起羽化飛星功，煉化體內的拿火苦輪獸獸鬱來。雖然這裏有不少手段可以將獸鬱內蘊含的星神之力保存較長一段時間，但終究不如新鮮的來得好。但實際情況下，想要獲得新鮮的獸鬱又談何容易？此婆初次參加圓鬥也算是有驚無險，同時也讓自己更深刻的體會到如今的處境可不怎麼好。要想活下去，必須要盡快提升自己的肉身實力，也只有不斷的提升自己的肉身實力，才能有機會離開此地。思量間，那枚苦輪獸鬱在體內漸漸化開，化為了一團星神之力。這苦輪獸不愧是原級輪獸，獸鬱中蘊含的星神之力不少，是此前自己購買的那些塔羅獸鬱的數倍。只是這些星神之力也和塔羅獸鬱中蘊含的一樣，頗為駁雜紊亂，在其體內橫衝直撞，隱隱有種外溢的趨勢。這苦輪獸鬱中蘊含的星神之力本就如此紊亂，還是說達到一定獸齡的輪獸獸鬱皆是如此？韓立心中念頭轉動，並沒有理會4日的星神之力。如其所料，沒過多久，體內的掌天平瓶口發出一股吸力，便將那些4日的星神之力再次牽引而回。有了此前對於塔羅獸獸核的一番嘗試，如今韓立已漸漸摸索到了一些規律，也就是掌天平對於駁雜星神之力的吸納提純，頗有點類似於其吸收月光下光點的情景。區別之處在於此前是在體外，如今是在體內。這星神之力與此前月光中蘊含的某種天地靈力，想必有某種特別的相似之處吧。若非如此，一般人直接吞噬塔羅獸獸鬱，恐怕能真正吸收的星神之力千不全一。而這枚苦輪獸核雖然好些，但也只多吸收個1%-2%的樣子。而有了掌天平，卻可近乎將獸鬱中蘊含的所有星神之力係數吸收。這中間的差別可就太大了。或許這也是自己此前吸收輪獸獸鬱效果要比石川空明顯許多的緣故。韓立繼續運轉羽化飛星功，吸收這些星神之力，衝擊第3處元竅。數日後，他小腿之上再次浮現出一團明亮星光，在磅礴的星神之力的衝擊下，第3處元竅再次有了洞開的跡象。韓立沒有睜開眼睛繼續運轉功法。就在此時，頭頂的白色樹根散發出道道白色星光，照射在他身上，其中的星光之力也被他吸入體內。就在此刻，白色樹根之上微光一閃，3條白色小蟲從上面無聲無息的飛射而下。此蟲細若髮絲，全身凝白的透，混雜在周圍的白色星光中，幾乎無法辨認。白色小蟲身體不動，隨住周圍的星光流動，朝住韓立身體飄去。韓立凝神修煉，並未展開神識探查周圍情況，所以對頭頂異變絲毫不知。3條小蟲很快落到了他的肩膀上，一碰到他的皮膚，竟然仿佛雨滴落入旱田，飛快融入其體內。進入韓立體內後，白色小蟲原本靜止的身軀就延活了過來，身體左右一擺，迅疾無比的朝住心口轉去。什麼東西？韓立在白色小蟲碰觸到他身體之後，立刻便感知到，豁然睜開眼睛，停止了修煉。而就在此刻，附住在他心臟之上的黑劫蟲忽的一動，細密的爪子顫動不已，眼睛之中泛起絲絲黑光，竟然仿佛甦醒了過來一般。韓立心中一凛，黑劫蟲如今可與自己的性命休戚相關，可萬萬出不得什麼岔子。他心中瞬間轉過無數念頭，雙臂猛地一震，全身筋肉骨骼隨之猛地嗡嗡震顫，發出一股股震盪之力，在全身各處擴散。3條小蟲被這股震顫之力包裹，向前鑽進的速度立刻遲緩了不少，但仍舊朝住韓立心中轉去。韓立眼現震盪之力無功，右手就燃一個模糊，二指閃電般在胸口上方連點3下，3道凌厲之力透體而入，準確的點在3條白色小蟲身上。小蟲身體立刻朝住下面凹去，緊緊繃直。但這3條白色小蟲當真不凡，身體竟然緊繃不斷，同時還在繼續向前鑽進。此力畢竟是無形之物，不能持久，很快便消失無蹤。3條白色小蟲身體一彈，立刻恢復正常，以更快的速度前進，轉眼間便鑽到了距離心臟不遠的地方。
而黑劫蟲因為白色小蟲的靠近，身軀顫動更加厲害，口中更發出吱吱的叫聲。韓立心中大急，眸中厲色一閃，眉心處精光大放，三柄晶瑩小劍從中飛出，赫然一閃，斬在了他的胸口上方，沒入其中。晶瑩小劍竟然是有形之物，韓立皮膚刺出了3道數寸長的傷痕，鮮血蜂湧而出。他絲毫沒有理會身上傷口，神念操控三柄小劍破開血肉，斬在3條白色小蟲身上。白色小蟲縱然身體堅韌，但這三柄小劍乃是韓立意念劍訣凝聚而出之物，鋒利無比。隨住撲哧3聲輕響，3條小蟲身體輕易被斬成2截，兩段殘軀扭動幾下不動了。而白色小蟲一死，黑劫蟲頓時也不再動彈，恢復了平靜。韓立感應到這個情況，心中終於一鬆。就在此刻，他眉頭忽的皺起，吐出一小口鮮血，低低咳嗽了幾聲。雖然斬殺了白色小蟲，但晶瑩小劍也對他身體造成了不小的傷害。不過韓立沒有理會這些，手中客訣眉心處再次浮現出道道精光，3道晶瑩鎖鏈飛射而出，鑽入傷口之中，將6節蟲軀拉了出來。這麼一弄，他胸前傷口頓時又擴大了幾分，鮮血淋淋而出。韓立看也沒看身上的傷口，默默運轉大周天星元功，隨住密密麻麻的白色星光匯聚而來，其胸前的3處傷口頓時飛快愈合，很快形成了3道血繭。但韓立此時的視線只盯住身前的6節白色蟲軀，眼中冷芒陰陰。剛剛若非他反應快，斷然意念劍訣斬殺了這3條小蟲，這3條白色小蟲恐怕真的鑽到他的心臟之中。只是不知以黑劫蟲對這些白色小蟲的反應會發生什麼情況。這些白色小蟲如此奇特，肯定不是圓斗場內天生之物，莫非是有人想要加害於他不成？韓立腦海不由閃過了刀疤的面孔，隨即又搖了搖頭。他深吸了口氣，面色很快恢復了平靜，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血跡，拉開了房門。門口的洞穴空地中央，此時聚集了不少圓鬥士，彼此談笑，似乎在談論剛剛發生的一場比賽。刀疤也身處其中。這些人看到韓立出現，紛紛笑住打起了招呼，只有刀疤臉上露出一絲不自然的神情，將頭別向了一邊，沒有說話。韓立對其他人略微點頭，有意無意的瞥了刀疤一眼，便邁步朝住陳林的房間走去。篤篤，來到陳林房門外，韓立抬手在石門上輕叩了2下，片刻之後，石門下方的縫隙中亮起一道白光，閃動一下後隨即消失不見。緊接住一陣摩擦聲響傳來，石門永遠打了開來。厲道友，怎麼是你？呵呵，別來無恙啊！陳林站在石門後方，看住門內的韓立，先是露出一抹詫異神情，接住笑住說道：陳道友可否進去一嘴？韓立拱了拱手說道：當然進來吧。陳林側身一讓，做了一個請的動作。韓立步入室內，屋門再次隆隆作響，關閉了起來。厲道友，看你這神情，可是出了什麼事情？請韓立在石桌旁坐下後，陳林眉頭一挑，開口問道：的確有些事情請教。韓立目光微閃，當即將自己之前在房間內修煉遭到那白色細蟲襲擊的事情說了出來。竟然有這樣的事情，厲道友，這種狀況下你還能活下來，真是不可思議。陳林聽罷，直接站了起來，滿臉驚訝地說道：陳道友何出此言？韓立心中一動，疑惑道：那種白色細蟲你還不知道是何物吧？那可是大名鼎鼎的舌心蟲，是食心谷那個鬼地方才能出產的一種異蟲。這種小東西與黑劫蟲乃是死敵，一旦相遇便是不死不休地警敵。他們若是在你體內互相吞噬起來，那入你是何種強悍體魄，也必死無疑。陳林眉頭緊縮道：原來如此，看來是我命不該絕。韓立摸了摸鼻子，苦笑了一聲道：是刀疤鉗的。陳林眉梢一動，試探性的問道：除了他還能有誰？韓立嘆了口氣說道：通常情況下，圓鬥士是不被允許離開此處的，所以在這第9區除了他，也的確沒有誰能弄到舌心蟲了。陳林若有所思的說道：哦，看來此人還有些特殊背景。韓立疑惑道：特殊背景倒也算不上，否則他也不至於淪落到這裏。只不過他雖然實力不強，卻和城主府裏的一位小管事有些親故關係罷了。
可就是這屁大點的關係，就能夠讓他從外面弄到些圓鬥場裏沒有的東西，來和其他圓鬥士做交易。加上他和毒龍老大關係還不錯，所以一般沒誰願意招惹他，所以他才會愈加跋扈起來。陳林緩緩解釋道。韓立聽罷，不置可否的點了點頭。這個刀疤他原本是沒有放在心上的，如今看來自己還是有些掉以輕心了。第867章再次挑戰。多謝陳道友相告，韓立粵霸站了起來就要告辭離去。黎道友，你可莫要衝動，這刀疤本身不足為慮，可惜因為他一直在幫毒龍做事，故而頗受毒龍的器重。打狗畢竟還要看主人，況且對毒龍來說，刀疤還是一條用起來十分順手聽話的狗。你可不要一時衝動，徹底開罪死了毒龍。陳林忙攔下了他勸說。上次陳道友不也越過了這毒龍心胸狹窄？上次我與他衝突過後，他本就不會放過我。我即便有所顧忌，又有何用？韓立搖了搖頭，不置可否的說道。即便不用顧忌，他圓鬥場的規矩還是得遵守的。對於圓鬥場來說，渣們這些圓鬥士私下鬥毆，甚至結成死怨都無妨，甚至他們還樂見於此。但是所有生死只能在圓鬥比試上見分曉，若是私鬥弄出了人命，結果就會很麻煩。所以我才勸你不要衝動。陳林繼續說道。韓立聽聞此言，眼中才閃過一絲疑惑之色，緩緩坐了下來。陳林見狀也落坐在了他身旁，笑道：我還真有些怕勸不住黎道友。眉尾一皺，隨即笑道：罷了罷了，我就好人做到底吧。陳林略一遲疑，露出些許肉痛之色，說道。韓立正疑惑間，就見其反身去了內室，手捧住一隻黑色石盒走了出來。刀疤這種小人一次不成事，後續未必會收手。這東西你暫且收下，多少也能幫你免除一些麻煩。陳林遞過黑色石盒，開口說道。這時韓立沒有貿然去接，而是疑惑道：天星貝，你應該在兌換處見過這東西吧？在這鬼地方沒有魔氣可吸收凝練，也沒有魔氣能用，很難佈置出咁滯，所以就只能佈置些簡單機關，往往很容易就能被打開。這天星貝算是高檔的東西了。陳林笑住說道。聽到天星貝這個名字，韓立就立即想了起來。當時他在兌換大廳那裏的確見到過，雖然當時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但其高昂的價格還是給他留下了頗深的印象。陳道友，你我萍水相逢，能夠告訴我這麼多消息，黎某已經感激不盡了。這天星貝如此貴重的東西，我不能要。韓立推辭道。黎道友誤會了，我倒是想大方點白送給你，可惜實力不允許啊。陳林苦笑一聲說道。那道友這事？韓立眉頭一挑問道。這塊天星貝是我很早之前用過的，裏面的蘊含的星神之力已經消耗了不少，後來與人結了死仇，為防不測就新購了一塊品質更佳的。這塊天星貝反倒閒置了下來。我知道黎道友你初到這圓鬥場，身上肯定沒什麼錢，這塊天星貝我可以蝕價一半買給你。陳林如此說道。陳道友實不上門，先前一場廝殺贏來積分點數，我都已經換成了獸核，此刻除非以塔羅獸核交換，否則是沒有別的什麼能與你購買的東西。韓立聞言微微有些心動，卻也只能無奈道。黎道友在這圓鬥場中也難遇到對胃口的人，這塊天星貝你先拿去用，至於交換的報酬倒也不用急，等你再勝2場以後還我便是。陳林笑住說道。那就依陳道友所言。韓立略一遲疑後點了點頭說道。說罷他才將那黑色石盒接了過來，啪的一聲推開了盒蓋，只見黑色石盒內靜靜躺住一塊巴掌大小的白色貝殼狀的東西，上面不知是天然而生，還是人為刻畫出來了許多繁複的花紋，看起來頗為華美。
這東西我之前用過，所以上面有我留下的印記。黎道友只需要將自己的精血滴落其上，就能讓其重新認你為主。之後將其放在你房屋的石門之內，天星背上就會自行發散出一層星辰之力，從內部將整個大門罩住。這樣一來，別人除非以蠻力破壞，否則能夠進入你屋內的人就只有你一個了。像是心蟲這種小東西，也別想溜進去。陳林解釋道。陳道友似潘晴兒禮某記下了，韓立點了點頭，再次抱拳致謝道，而後他便告辭一聲離開了。返回自己的房間後，韓立再次取出那塊天星貝，在指尖凝出一滴鮮血後，照住其上滴落了下去，啪嗒一聲輕響。一滴鮮血在天星背上濺開一團殷紅血花，繼而便被一層白光吞沒，消失不見。而與此同時，天星背上的所有花紋卻是亮了起來，一層朦朧白光從中蔓延開來，如同一片仿白星光籠罩在了四周。韓立將其放置在石門內，那層白光便立即將整個石門包裹了起來。就連石門邊的所有縫隙都全都填滿，不留半點破綻。他以神念查看片刻後，發現這塊天星貝中蘊含的星辰之力還頗為充足。看樣子之前的說辭多半是陳林為了交好他才編造的。思量片刻之後，韓立盤膝坐回了那張石床，從懷中取出一枚塔羅獸核吞下，開始運轉起羽化飛星功，修煉了起來。1月時間很快過去，韓立房間內屋頂上方的白色樹根光芒熠熠，他正閉目盤膝坐在下方石床上，身上籠住一層朦朧白光，身上的元竅數量已經變作了41處，除了先前服用虎鱗獸的獸核打通的一處元竅之外，韓立之後接連服用了7枚塔羅獸核。在蔣天平的輔助下，他又順利地打通了2處元竅，位置和之前一樣，也是分佈在了雙腿之上。就在此時，房間之內突然響起陣陣嗡嗡聲響，一陣黑光也在他的床邊閃爍不已。韓立緩緩睜開雙眼，瞥了一眼石床邊緣，眉頭微蹙，隨手將那塊閃光的號牌撿了起來。他口中輕吐一口濁氣，緩緩站起身來，打開石門走了出去。第9區域內似乎還有別的圓鬥比試在進行，聚集的人比平日少了許多。看到韓立出現，這些人的目光紛紛投了過來，雖然也會有人朝其點點頭，但目光中仍帶住幾分意識。韓立徑直穿過兌換大廳，來到了備戰大廳。大廳中那名獨角大漢剛給一名背生極似的圓鬥士安排好戰鬥，就一眼看到了韓立。對於這個人族之前的那場圓鬥，他的印象很是深刻。麗妃與你來了，獨角大漢叫道。韓立面無表情地應了一聲，緩步來到近前。此刻第9區的幾處圓鬥場都被拒，你需要等候其中一場打完之後才能下場比試。你先休息一下吧，獨角大漢笑住說道，語氣比此前要好上不少。冇妨等候片刻便是。韓立點點頭，在通道門外隨意找了一處空地，盤膝坐了下來，閉目養神。約莫過了1刻鐘，其中一座圓鬥場終於打完，2名圓鬥士廝殺慘烈，最終雙雙戰死，讓作為莊家的城主府得了個通殺，大賺了一筆。韓立聽到動靜，一睜眼便看到先前2名圓鬥士的遺體被從場地裏抬了出來，一個頭顱被徹底打穿，另一個心口被撕裂，兩具屍體俱是鮮血淋漓，形態可怖。復又等了許久，待圓鬥場內地面被重新修繕之後，那名獨角男子才進入其中，開始宣佈起下一局的圓鬥雙方情況。諸位闊別1月之後，想必大家對之前出人意料，勝過那頭虎鱗獸的人族一直念念不忘吧。今日他將重登圓鬥場，再次挑戰一頭圓階鱗獸通山丸。
據詐他的元票數量不過30餘束，不知道這一次他還有沒有機會再次震撼全場。逆襲輪秀，獨角男子簡單的2個問題，瞬間點燃了這座圓斗場的氣氛。麗飛魚，麗飛魚，麗飛魚，甚至有人開始呼喝起他的名字來。狗屎運能走一次，還想次次都醒，去死吧！卑微的人族，成為通山員除下的淤泥吧。當然，更多的還是嘲諷、質疑和極盡惡毒地咒罵。韓立站在通道內，能夠聽到一些模糊言語，卻始終面無表情，無動於衷，對於這種狂熱呼號沒有絲毫興趣。麗飛魚對陣通山員之間的圓鬥馬上開始，諸位有興趣的，請找緊時間，盡快下注比賽。一旦開始，下注即刻停止。這一次的賠率依舊是5賠1。獨角大漢目光一掃，眾人朗聲說道。一聽賠率還是5賠1，看台上的氣氛愈發熱烈起來。儘管大多數人還是選擇了壓在勝率明顯更高的通山員身上，卻也不少人舉棋不定，想要在韓立身上搏一把。看台上一處貴賓席中，卸去了一身骨甲的神陽依靠在黑色大椅上，身旁空無一人，既不見那名隨侍美姬，也不見之前與他對賭那個名為虎斌的男子。麗飛魚啊，麗飛魚，上次不知怎麼被你僥倖贏了一局，怎麼這麼不知惜命，居然再次挑戰玄階輪秀，還是那以兇殘狂暴出名的通山員。這次恕我不敢順你流，這次我要壓注在那通山員身上。神陽眉眼微眯，自言自語道。片刻之後，一聲鳴金之聲響起。時辰已到，全場停止下注，圓鬥即將開始。通道口的石門緩緩打開，韓立緩步走出門口，目光一如既往的平靜如水，望向對面。第868章或死或生。相比於第一次出場時的噓聲一片，這一次的各種喝到彩的聲音明顯少了下去，但各種難以入耳的咒罵之語仍是主流聲音。對此韓立自然不怎麼在意，目光一動不動的望住圓斗場對面的石門，稍稍等了片刻，石門終於在一陣隆隆聲中緩緩打開。韓立尚未看到門中的情形，就聽到一聲狂暴怒吼從幽暗的通道內傳了出來，緊接住就看到一隻身高足有3丈，渾身全無毛髮，反而生有青色鱗甲的高大巨猿。其雙臂又粗又長，並攏在一起撐在身前，幾乎比他自己的身軀還要粗壯。其身上從頭到腳，從胸到背上四處分布住一道道醒目傷痕，有的可見是拳剛所砸，有的可見是兵刃所傷，有的甚至還是猛獸巨爪所留。可見此寮過往廝殺定然不少。這通山員的真實戰力，只怕比韓立預估地還要高。韓立眉頭皺起，神色也變得凝重了幾分。在他打量住這頭通山員的時候，那家伙竟然沒有像虎輪獸那般直接衝殺上來，而是沿住圓斗場邊緣緩緩移動，竟好似也在打量住韓立。這一人一獸都不動手，立即就惹得看台上的觀眾不滿了，紛紛咒罵了起來。就在這時，那通山員忽然身形暫定，兩條粗壯無比的巨大手臂猛地一抬，雙拳緊握住，朝住地面上猛捶了下去。咣的一聲巨響，整個圓斗場為之劇烈一震，一股無形巨力從地面上傳導而過，將一塊塊黑石地板衝擊得紛紛爆裂開來，地面煙塵四起，大地石板如水浪一般劇烈起伏，直衝韓立而來。韓立雖然已經盡力穩固了身形，可身軀仍是無法抑制地隨住地面搖晃起來。呼！只聽一道風聲響起，煙塵之中已經不見了通山員的龐然身影。韓立心神一緊，猛地抬頭向上望去，只見頭頂上方一大片陰影籠罩，那通山員竟是瞬間出現在了他的頭頂上方，好似使了一個千斤墜一樣猛然砸落。韓立只覺四周空氣一緊，一股無形威壓就然落下，似乎就連呼吸都有些不暢起來。千鈞一髮之際，他以羽化飛星功，在腿上凝練出的兩枚元竅就然一亮，身形竟是一個模糊，從原地瞬間一閃，落在了10數丈外。轟隆一聲巨響，他才剛一移開那通山員，就砸落在了地面上，直將圓斗場中央砸出了一個巨大的深坑。不等韓立看清狀況，深坑裏騰起的煙塵之中，
就有一道影子猛然撕裂煙幕，疾衝了出來。一隻巨大無比的拳頭裹挾住一股勁風，朝住韓立當頭砸來。韓立後撤一步，撐住身形，周身之上元氣盡數亮起，抬起一拳猛地砸了過去，砰的一聲巨響，一大一小兩隻拳頭剛然對撞，一股沛然巨力猛地炸裂開來。韓立只覺得渾身骨骼都受到了一記猛力衝撞，周身上下噼啪爆鳴響動不停。敲！那頭通山猿似乎也沒有料到，這個渺小人族竟然敢和自己正面對拳，口中發出一聲怒吼，下壓的拳頭再度發力向下一壓，原本還能稍稍僵持的韓立頓時無法支撐，被一拳砸了出去，身形連續翻滾出10數圈，重重撞擊在了圓鬥場邊界的高牆上。劇烈的撞擊令韓立都覺得渾身劇痛不已，好似要散了架一般。他原想通過這一拳試探一下自己與這畜生之間的差距，現在卻有些後悔了。只見那頭通山猿根本不打算就此作罷，身形猛然一個前衝，追了上來後，又是一拳朝住韓立砸了過來。韓立心中一諗，忙運起一身力道，將身形向下一墜，堪堪躲避開了通山猿的重擊。落地之後，他雙腿一拳，猛地一蹬地，身形如箭矢一樣爆射而上。拳頭之上白光籠罩，全力砸在了通山猿左腿的膝蓋上。只聽砰的一聲悶響，通山猿的膝蓋猛地向外一裂，身形也隨之一晃，差點有些站立不穩。韓立則是順勢追擊而上，又是一拳抬起，猛地砸在了通山猿的額頭上。通山猿下盤不穩，頭顱又遭重擊，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四腳朝天地倒了下去。眼見於此，韓立立即朝前一陣疾跑，身形猛地跳躍而起，來到半空，而後就見他運轉起羽化飛星功、胡大周天星元功，一腳從高空中踩落，直奔通山猿的頭顱而至。後者見狀，根本來不及收回手臂格擋，只能猛然張開巨口，發出一聲尖銳笑鳴。這一聲狂笑，聲音尖細，與之前完全不同。韓立雙目一凝，頓時大驚。只見那通山猿的血盆巨口當中有一片模糊白光噴湧而出，當中竟然包裹住一顆尖銳無比的獸牙，直插向他的胸膛。千鈞一髮之際，韓立腿上元竅猛然一亮，虛空一蹬之下，竟是生生在半空中扭轉過了身形，貼住那枚獸牙錯身而過。噗一聲輕響過後，韓立明明沒有與那獸牙接觸，卻仍是被其周身包裹的白光掃中。身上籠罩的真極之膜瞬間被撕裂，胸前劃出一道極長血痕，肩膀處更是深可見骨。他口中發出一聲悶哼，卻仍是忍住劇痛，將那一拳狠狠砸了下去。咣的一聲巨響，一聲震天功鳴響起通山猿眉心中缺，脖頸後仰，頭顱重重砸地，直將地面壓出一個大坑，深深陷了進去。有了之前一次的教訓，韓立這次沒有放鬆警惕，站在通山猿的胸前，拳頭緊握住，一拳接住一拳地朝住通山猿的頭顱上砸了下去。圓斗場的看台上幾乎已經沸騰了起來，幾乎全場都在高聲呼喊住黎飛宇這個名字。貴賓席上，神陽一手抱在胸前，一手則永永撫摸住自己黝黑的臉頰，面露沉吟之色，目光緊盯住韓立的動作，眼底深處竟然閃過了一絲忌憚之色。韓立不知道自己已經砸出了多少拳，只知道通山猿的頭顱已經徹底埋入那個大洞之中，而他的手背關節上也已經皮肉翻裂，露出深深白骨。他停下隨擊之後，看了一眼已經完全不再動彈的通山猿，手掌探入那個心洞，在其碩大的頭顱上一陣摸索之後，並起那兩根花枝洞天煉化的手指，猛地朝其太陽穴的位置穿刺下去。只聽砰的一聲悶響，韓立的雙指猛地一僵，竟然沒能刺穿他的頭骨。忽然韓立神色陡然一變，毫不遲疑地猛然一蹬，身形倒掠而起，落在了遠處。幾乎與此同時，那通山猿的兩條巨臂就猛地一收，毫無徵兆朝住他橫抱了過來。所幸韓立發現得早，及時躲避了開來，否則以其雙臂之力，後果不堪設想。只見那通山猿手肘一撐大地，口中發出一聲低沉嘶哮，脖子猛地一揚，竟是硬生生將頭顱從地下拔了出來。看到如此翻轉，圓斗場四周又是爆發出一陣喝彩之聲。可當通山猿的面目重新顯露出來以後，眾人的喝彩之聲戛然而止，反而爆發出一陣哄笑。
只見其本就不高的鼻梁被韓立整個砸得塌陷了下去，變成了一個大坑，半邊眼眶也已經完全碎裂，爆裂開來的眼球與血水漿液混在一起，匯成了一種難以言喻的顏色。韓立看住他的這副淒慘模樣，卻沒有半點想笑的意思。相反地，他看住其身上的新傷舊患，心底竟然有些同情這頭通山猿。身處在這圓鬥場中，他和這通山猿又有何異？或生或死，不都是他人一場一擲千金的豪賭，一場茶餘飯後的談資笑料罷了。即便這一場險勝，那下一場又將面對那個無法預料的強敵，身陷何種生死危局，迎接何種結局呢？不過同情歸同情，事關生死大事，韓立自然不會愚蠢大意，更不會手下留情。通山猿的外在傷勢看起來慘不忍睹，內裏如何尚不好說，但其一身凶戾性情算是被徹底激發了起來。僅剩的一隻獨目，不知是不是充血的緣故，變得猩紅一片。他徹底憤怒了，只聽其口中發出一聲響徹全場的咆哮，朝住韓立急速衝來，臨近之時猛然一躍而起，雙拳同時遞出，朝住他砸了下來。韓立明顯能夠看到通山猿雙臂之上一道道夾雜在鱗甲間的肉隙裏，有絲絲縷縷的熒白光芒亮起，其竟是將一身力量灌注進了雙臂內，試圖將他一擊除殺。眼見通山猿從天而降，韓立全力運轉羽化飛星功，腿上開闢出的玄竅光芒一亮，腳下步伐一轉，身形瞬間從原地橫移開來了10數丈。然而他還沒有落地站穩，通山猿的雙拳就已經砸落在了地面上，轟隆一聲巨響，整個圓鬥場地面為之劇烈一震，乒乒乒的爆裂之聲光響不斷，大地之上煙塵四起，亂石飛崩，無數道強烈拳勁反從地下朝上並射而出，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見氣勁衝入高空。韓立腳剛落地，身下就有一團拳勁爆炸開來，直接將他連同一大塊地板一起炸飛出去。等他摔落在地之際，地面上爆發的拳勁猶未停止，以至於他剛一落地就又被一股強大力度炸飛，幾番來回竟是無法站穩身形。原本平整的圓鬥場地頓時變得一片狼藉，到處都是地下崩起的嶙峋怪石，乍一看還以為這裏本就是一片亂石灘。第869章聲名尖起。就在韓立堪堪穩住身形之際，對面的通山猿發出一聲震天怒哮，龐然身形一個模糊下，直接撞碎了四下並戰的無數亂石，衝至了韓立身前。其一拳朝前砸去，韓立不急閃避，連忙舉起雙臂，交叉護在了胸前，砰的一聲巨響，韓立只覺得手臂一麻，身軀便如斷了線的風箏一般飄了出去，直接撞在了圓鬥場的牆壁之上。這一擊力度實在太大，以至於他的身軀在撞擊之後又被反彈了起來，體內五臟六腑一陣翻湧，韓立一口淤血湧上喉頭，還來不及吐出，眼前便又有一片陰影籠罩過來，身軀再次遭到重擊，被打得撞向了牆壁。他強忍住肉體上的劇烈疼痛，在撞向牆壁的瞬間，扭轉身形，雙腿猛地一蹬，身形高掠而起，想要從此處跳脫開來。可事與願違，他的身形才剛掠起，通山猿的一隻巨掌就已經帶住一股勁風，當頭拍落了下來。韓立只得全力催動體內的星神之力，以雙臂呈撲天之姿擋向了那隻巨大手掌，砰！又是一聲重響。這一次韓立的身軀被不直砸入了地面，幾乎被亂石掩埋。那頭通山猿自是不會給他任何機會，緊追了上來，又是一連數拳，朝住地面上狠狠的砸落而下，公公高，只聽陣陣光明不斷響起。韓立與拿通山猿恰好更換了之前的攻守態勢，變成了他被壓在身下，不斷遭受疾風驟雨般的重擊。圓鬥場中煙塵四起，幾乎彌漫了整個場地，視線受到阻礙，看台上的觀眾紛紛伸住脖子，想要看清楚圓鬥場內到底發生了什麼。嘖嘖，看來是我高估這小子了。這種狀況下，想必死無疑了吧？有不知城主他到底在想什麼？難道真的想要他死嗎？神陽也已經站了起來，眉頭緊皺住，望向這邊。混亂的煙塵之中，韓立渾身遍布血跡，卻仍是保持住雙手格擋胸前的姿勢，保護住自己的壯闊要害，但身上已然變得鮮血淋漓，淒慘不已。
他的眼睛已經被血水模糊，牙關緊咬地囉囉作響，一次次地嘗試住將自己體內的血脈之力調動起來，卻不知為何始終得不到回應。潛藏在他體內的真靈血脈，似乎是被某種力量壓制，陷入了沉睡。再這麼下去，他可就真的支撐不住了。就在這時，韓立的雙目忽然猛地睜圓，眉心處一道透明晶光，蓦地一閃，消逝不見。下一瞬，在其身前數丈位置，憑空浮現出一柄晶光小劍，仿若虛無一般的穿過了通山元當頭擲下的拳頭，直接從他破碎的眼珠中一穿而過。撲一聲，誰都注意不到，輕微聲響傳來，通山元擲落的巨拳在距離韓立頭顱3尺的地方陡然停滯了下來，一動不動。看台上的眾人聽不到之前連續不斷的轟鳴之聲，也看不清楚煙塵內的狀況，紛紛急得叫囂不已。只有少數人在那一瞬間，仿佛地感受到了一股強大的神色之力，一閃即逝。片刻之後，就聽一聲沉重聲音傳來，一股強大的風勁吹向四面八方，才將那些紛紛揚揚的煙塵吹捲了開來。看台上的觀眾視線終於得以恢復，卻發現那頭通山元竟然已經倒在了地上，而那個名為麗飛羽的瘦弱人族，渾身染血，幾乎已經沒了人形，卻仍在艱難地爬向了通山元的頭顱。通山元的胸口還在一上一下地起伏住，可見其並未徹底氣絕。事實上也正是如此，韓立只是在那千鈞一髮之際，以神念之劍攪碎了他的神魂，令其變作了一個沒有神念操控的軀殼，並未能將其肉身完全斬殺。只見韓立爬到通山元頭顱旁後，緩緩地抬起一隻手掌，從其那隻破碎的眼眶中伸了進去，一直探進去小半個胳膊。一陣摸索之後，才猛一咬牙向外搲了出來。當他攤開手掌時，一枚拳頭大小的獸核就出現在了他的手中，而那頭通山元眼中光芒則一點點灰暗了下去，胸前的起伏也終於完全停了下來。看住眼前如此離奇的一幕，在場觀眾面面相覷，有些不明所以，竟不清楚韓立如何就逆轉了敗局，贏下了這場圓鬥。什麼竟然還真贏了？神陽瞪大了雙眼，也未看清當時發生了什麼，只是心中隱約有些猜測。當冒險壓住在韓立身上的人發出一聲喝彩後，接連而來的便是山呼海嘯般的喊聲。韓立手握住那枚獸核手掌，難以抑制地顫抖住，將之送入了口中。此刻的他七竅之內皆有軟然血跡流淌而出，雙眼隨之一刻便已經聽不見四周的聲響了。等韓立再次醒轉過來之時，一股濃郁的血腥味傳入鼻中，接住便發現自己正身處那座血池之中，依靠在一側邊緣，四周咕嚕聲響不斷，一溫住一層猩紅色的血霧。他手臂輕輕一抬，就發現渾身上下被牽動得劇痛不已，甚至連胸腔之內都有些隱隱作痛。韓立沒有放下手臂，抬手在自己臉上抹了一把，才發現臉上的污痕和血跡還在，便索性將整張臉也埋入血池之中，好生清洗了一番。我已經額外讓你多待了一刻鐘的時間，你若還想繼續浸泡，可就要花費你的積分了。這時一個有些熟悉的聲音從身後傳來，韓立扭頭看去，就見那名獨角大漢正站在他身後。若非閣下提點，我此刻也不會在這血池之中了。韓立淡淡的說道：嘿嘿，別不識好人心，你先看看那邊那家伙，再說不遲。獨角大漢冷笑一聲說道。韓立聞言，手撐住血池邊緣，艱難地站了起來，順住獨角大漢手指的方向看去，透過血霧看到牆角邊的地面上擺放住一灘暗紅色的玉糜，隱約可以分辨出，應該是一具殘屍。這家伙運氣不好，由於通山元被你小子選了，他只能選那頭體型較大的烏鱗象，雖然比你多開了7處元竅，結果卻還是這副淒慘下場。獨角大漢面無表情的說道：那既然有此人在，為何不讓我與他比鬥？韓立神情不變問道。他並非是如你一般的城主府元鬥士，而是擁有自由之身的元鬥士，來這裏挑戰輪獸或者其他元鬥士全憑自願。為了爭取更多報酬，他便選擇與輪手。我們自然要尊重他的意思，不過一樣的道理，進了元鬥場，那便是生死自負。獨角大漢毫不在意的說道。
韓立對他的話並不盡信，一言不發的走出了血池之後，從其身旁繞了過去，直接去了兌換大廳。這一場廝殺，因為對手是實打實的沿街輪獸，韓立換來的積分比之前多了10點。他沒有將之全都用掉，而是和之前一樣，換取了7枚塔羅秀屈後，便返回了自己的石屋。回到石屋之內後，韓立先是花了點時間處理了一下身上的傷勢，並稍作恢復後，便盤膝坐在了石床之上，開始閉目修煉起來。那頭通山猿體內的獸核蘊含的星神之力，游在虎輪獸之上。待吸收完畢之後，定然比之前效用更顯著。時間一晃過去大半個月，韓立在吸收了通山猿獸核中蘊含的龐然星神之力之後，又接連吞食了所有的塔羅獸核。小腿上第42處元竅已然打通，第43處也已開始蠢蠢欲動，有了開竅跡象。這種打通元竅的速度與其他人相比，不可謂不驚人所幸。他如今的元竅數量在所有元鬥士之中還不算十分出色，加之他出場次數不多，都還會引起其他人注意。即便被神陽等人知道自己如今元竅已然有40多個，由於增加的不多，自己倒也有辦法搪塞一二。畢竟有不是不存在一些揠苗助長的手段，犧牲一些東西以換取短時間的實力提升。不過他深知這絕非長久之計，必須設法遮掩一下才行。等他覺得自己傷勢徹底復原之後，便在1月之期未到之時，就再次主動申請參加了一場元鬥。這一場與他廝殺的，終於不再是輪獸，而是一個身上開竅38處的魔族元鬥士。後者從元竅數量上來看，雖然不及他，但其元竅開闢卻更為集中，主要分布在右邊手掌和手臂上，故而其攻伐之力絲毫不遜色於那頭通山猿。不過其弱點同樣也很顯著，那便是移動速度和肉體強度皆是不足。被韓立以速度優勢找住機會，將其除了右手外的其餘3肢打折，使其主動認輸。自此之後，麗飛魚的名頭在第9區中越叫越響亮，以至於他的元鬥賠率也隨之下降了許多。但其聚攏來的人氣卻是非比尋常，幾乎每一場都是觀眾爆滿的狀況。這場比試韓立贏得相對輕鬆，也沒有受什麼嚴重傷勢，於是僅隔半月後就又去參加了一場元鬥，惹得那獨角大漢都有些詫異。接下來的3個多月裏，韓立一共參加了5場元鬥，其中雖然有2場都是慘勝，但他那種迎頭直上的狠勁兒和拼死搏鬥的精神，卻令元鬥場的觀眾震撼不已，以至於在第9區內也有不少人開始主動與他交好起來。這一日夜裏，韓立正在修煉羽化飛星功，門內突然有敲門聲響起，打開石門之後，就看見陳林正站在門內。第870章君臨尋的邀請。陳道友快請進。韓立面上露出一絲笑容，側身做了一個請的姿勢。到嘮麗道友了。陳林衝韓立拱了拱手，走進了房間。麗某先前承諾，很快會將天星貝的報酬還你。只是這段時間，我將所有的原點都花在修煉上，所以韓立略微尷尬的說道：麗道友不必多說，你的處境我自然明白的。我今次過來也不是向你討債，而是另有事情和你商量。陳林抬手阻止了韓立的話，淡笑道：陳道友但說無妨。韓立心中一動，抬手說道：那我便開門見山了。麗道友應該也知道，毒龍老大再過沒多久便要出關。以他的性格，勢必會馬上找你的麻煩，而且絕不會手下留情。不知麗道友可已經有了應對之策？陳林收起笑容，肅然說道：此等事情能有何應對之策？竭力一戰便是。韓立淡淡說道。眼見韓立神情如此平靜，陳林倒是亮眉一驚。毒龍老大實力強橫，麗道友你雖然實力不弱，但比起他來還是遜色不少。我有一法可助你渡過此次危機，不知麗道友可有興趣一聽？他隨即面露神秘之色的說道：哦，卻不知是什麼辦法。韓立眉梢一動，毒龍老大雖強，但也不是無人能敵。其他區域的首腦人物，有數人實力還在毒龍老大之上。我以前機緣巧合之下和骨千尋大人相識，只要麗道友願意，我可以請骨千尋大人出面，為你和毒龍老大調解這場恩怨。陳林看住韓立的眼睛說道。韓立聽聞此話，微微一怔，
在此地待了這麼些時日，他如今對於袁鬥場也不是一無所知，對於骨千尋的大名自然早有耳聞。此人乃是第一區的首席袁鬥士，實力強著，更是各區眾人公認的袁鬥場第一人。更加離奇的是，這位骨千尋乃是一位女子，更增添了幾分傳奇色彩。黎某和骨道友素未蒙面，豈敢勞煩他為我做事？韓立面色很快恢復平靜，說道：骨千尋大人曾經看過黎道友你的兩場比賽，對你很感興趣，實話說了吧。這次他聽說了你和毒龍老大的事情，主動讓我過來找的你。陳林意味深長的說道：骨道友實力雖強，攬下此事想必也並不輕鬆，不知黎某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韓立略一沉吟後，沒有拐彎抹角，直接問道：呵呵，黎道友快人快語，既如此，我也不藏住掖住。骨千尋大人對黎道友很感興趣，想要請黎道友加入千骨盟。陳林哈哈一笑說道：袁鬥場雖然分為以10大區域劃分勢力，卻也有一些不同區域的。袁鬥是凝聚而成的勢力組織，其中最大便是以骨千尋為中心的千骨盟，麾下的成員遍及各個區域。青陽城對這些拉幫結派的事情也並不反對，反而隱隱支持。袁鬥士中的勢力圈子越多，爭鬥便會越劇烈。袁鬥場不怕爭鬥，只怕不鬥。原來陳道友是千骨盟的人，只不過黎某一向閒散慣了，恐怕只能婉拒陳道友和骨道友的好意了。韓立睡目默然了片刻，還是搖頭說道：千骨盟和骨千尋的事情，他也知道不少。骨千尋雖是女子，性格卻極為剛強，遇下也是極嚴。加入千骨盟後，雖然能得到其庇護束縛也很大，被逼住進入袁鬥場，已經讓他心中很不滿。他可不想再被人管束。更重要的是，他對於袁鬥場的情況還不是十分了解，貿然加入千骨盟甚為不妥。至於和毒龍的問題，實在不行，那便只好暴露煉神術這個底牌了。黎道友，你可想清楚了，毒龍老大的實力可是非同小可。陳林看到韓立神情平靜，心中一沉，但仍不甘的繼續勸說道：多謝陳道友，此事我已經想得很清楚了，還請代我向骨道友轉達謝意。韓立緩緩說道：既然黎道友主意已定，那我也不多說什麼了。陳林嘆了口氣，起身告辭離開。韓立將陳林送出房間後，在原地站立了片刻，隨後回到屋中盤膝坐下。隨住他閉上雙目，身上頓時亮起點點玄竅光芒，赫然已經有了43個。隨住他用心修為精進，開啟的玄竅數量的增多，開啟新的玄竅對於星神之力的需求也隨之有了一些變化。這些時日，他毫不懈怠的苦修，才堪堪打通了一處玄竅，速度比起之前遲緩了一些。韓立默然坐了片刻，隨即搖了搖頭，不再多想。取出一枚塔羅獸核，服下閉目開始煉化。陳林離開韓立住處，朝住第9區外面而走，很快來到兌換大廳。兩個嬌艷的女子並排站立兌換大廳外面，皆背對住大廳，朝住下面的廣場望住，看不到面孔。二人一般的身姿高挑，左邊一人身穿紫色紗裙，右邊的確實一身鵝黃衣裳，似乎感應到了陳林的靠近。左邊的紫裙女子轉身看了過來。此女看起來20歲出頭，肌膚白皙，容貌也是頗美，臉上始終掛住一絲冷傲的神情。盟主很抱歉沒能完成你交代的任務，他沒有答應。陳林對紫裙女子點了點頭，走到黃衫女子身後，有些慚愧的說道：什麼？這人竟然如此不識抬舉，他難道不知道毒龍的實力？姐姐你好心救他一命，竟然敢拒絕。黃衫女子還沒有說話。旁邊的紫裙女子眸中閃過鋒利如冰刃的光芒，率先寒聲說道：骨千尋緩緩轉過身來，此女身材中等五官容貌並不如何出色，甚至和旁邊的紫裙女子相比，似乎還略微遜色些許。但其全身上下透出一股從容風姿，再加上清澈靈動的雙眸，散發出用石般的光澤的肌膚，足以彌補她容貌上的不足。任何人看到二女，目光首先都會落在骨千尋身上。無妨，我早已料到他大不會答應，這樣也好能看到一場龍爭虎鬥。骨千尋淡淡一笑，流露出的風姿讓陳林也不禁一呆。此女的聲音也婉轉動聽之極，有住一股無法言喻的韻味，溫軟中又透住一股威嚴。
陳琳演骨千層，沒有怪罪，心中暗暗鬆了口氣。龍爭虎鬥，姐姐你也太看得起那麗妃宇了。她一個元囂在40上下的人族，這樣的人我們千骨盟裏一找一大把。姐姐你何必這麼在意此人？紫裙女子嘴角一撇，話語中充滿了對韓立的不屑。麗妃宇打通的元囂是少了些，不過此人對敵之時戰鬥意識極強。即使面對的是比自己強的敵人，也總能沉穩應對，敗中求勝，這一點非常難能可貴。骨千層語氣平靜的說道：光戰鬥技巧厲害，有什麼大用？一旦碰到超出他太多的人，一力破百考，他還是只有死路一條。紫袍女子冷冷辯駁道：說的也是，毒龍實力超出他太多，此戰他確實是敗多勝少。骨千層淡淡一笑。紫袍女子聽聞骨千層如此說，臉上這才露出了笑容。如此說來，麗妃宇今次是難逃厄運了。陳琳忍不住插話道：這就要看那麗妃宇的眼力了。骨千層眼眸之中閃過一絲意芒，然後轉身離開。紫裙女子立刻跟了上去。眼力，陳琳不明所以的另在哪裏，隨即反應過來，快步跟上。轉眼間一天一夜過去。毒龍房間的大門轟隆一響，緩緩打開，一個巨大身軀從裏面走了出來。毒龍老大刀疤早已等在門口，立刻迎了上去。第9區內的原鬥士們都在等住這一日的到來，此刻基本都聚集於此。陳琳赫然也在其中。毒龍高大的身軀如同山峰聳立，雖然並未運功，一股龐大無比的氣息已經從其身上散發開來。比之先前隱隱頑強了些許，附近眾人忍不住退後了一步。毒龍老大，你的修為！刀疤眼睛一亮，這次受傷雖重，倒也因禍得福，又打通了一處元囂。毒龍咧嘴笑道：老大，你距離上次打通元囂，似乎才不過100年光景吧？竟然這麼快！老大，你果真是天賦異稟。刀疤奉承了一句，隨後轉手看了韓立的住處一眼，眼中閃過一絲殺機。附近眾人聞言哇的一聲，議論不止。陳琳眉頭一皺，眼神深處隱隱閃過一絲擔憂。那小子可在裏面？毒龍又朝住韓立住處望了一眼，眸中冷色一閃。在的，在的，已經好幾天沒有出門了，估計要麼是嚇得走不動路，要麼就是在臨時抱抱佛腳，期盼能發生什麼奇蹟，讓他一下實力大進呢。刀疤故意說道。附近眾人不少附和的笑了起來。先前和韓立交好的一些人，眼神一陣閃動後，也都哈哈大笑出聲。毒龍面上也露出一絲笑容，大步走到韓立房門前，抬手便要一拍而出。結果就在此時，咣的一聲輕響，房門緩緩打開，韓立的身影走了出來。他面色平靜，如無波古井，看住門外的毒龍刀疤以及其他原鬥士，神情絲毫不變。小丽。